甲人事变化的时阵，咱的政治心嘛改变咯。咱平时嘛知影人想出个改变咯，毋过咱甲人事变化的时阵，咱这个改变就是袂了。咱知影平时啊，人去敬畏天命哦，毋过咱甲人事变化的时阵，咱敬畏天命的心，就产生变化咯。啊，哪会产生变化？就是咱平常时啊，咱的心拢互咱命里情用来甲咱限咧行，互咱摕着咱的花球钱和主导权，这是咱老先生带来的。好，所以后壁咱老先生他个来讲，有定迄个新的书呢，伊所表现出来的用的是啥？第一，就是可以出囧。就是合一出囧，这个合呢就是相合之气，合气必相。这嘛是明主所讲的和言正气，这种气是由道而生。相合之气是由道而生所产生，才会当有相合之气。所以拢主打讲道枪义勇是幸福业啦。在咱修道书当中，若会当以人事物当中拢用道来相信人事物，啊那安尼所产生之气，就是相合之气。这相合之气内底，都幸福业哦，都会甲同修，会甲兄弟姊妹留下一个转化的空间。伫咱的内心内底嘛留下
这不明。所以，当咱的心每一个时阵，拢咧为兄弟姊妹留一条路的时阵，所产生出来，就是一个的上合之气。所以有定力的修道士，伊是以道来重新人事物，伊自己为兄弟姊妹留一个空间。咱自己的内心嘛有正大的空间来包容着兄弟姊妹种种的不是，种种的不足，种种的无完满啊！所以有定力的修道士就是谦啊，应就是修养涵养的代表，嘛是这个全部。所以人若讲咱这人做无修养，咱会受气咧。啊，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咱敢知影迄个修养的物件是爱对过来，爱对忍辱来，咱才有修养的。咱若无对忍辱来的话，我们谈上修养两个字，还言之过早。啊，定定的物件嘛是由忍辱来产生的。啊，要忍啥？要忍啥？忍因由，忍受着名利情欲之因由，咱来搁去忍受着，忍爱唔免爱，咱嘛爱去忍受着，咱自己的个性，咱自己内底有足侪急性、色性、木性、水性、动性、安逸之性。这物件敢爱忍耐，敢爱忍受，爱忍耐起来哦。因为这物件